台湾是板块小客产生的岛屿哦，是世界上上好的地理教室。有无意团体带囡仔到新北市的中央地质调查所，用台语来认捌地质的知识，那么做伙来学一寡甲地质相关的台语。用简单的口诀，就通互囡仔认捌地质学问当中三大干类的外观知识。不计团体拜三带囡仔到中央地质调查所，用台语认捌地质知识，侪囡仔拢感觉真趣味。我感觉真好啊，因为平常时无机会熟悉到这个思路啊。所以囡仔对这嘛有兴趣。有兴趣啊？有啊。这摆台语地质活动的主办人纪冠耀，本身就是咧地质领域做工课，今年已经是伊第8年做地质知识推测工课。伊本身也是母语家庭的家长，毋望会使有更较侪管道传播地质知识。毋过安怎用台语，互囡仔对地质学问产生兴趣，互伊感觉真伤脑筋。专有的名词其实要翻译是介困难，毋过有真侪是咱较熟的，像地动啦、土石流啦。亲像今仔日特别强调是，咱的地球顶头有三大岩类，无共款的岩石、火成岩，有水成岩、变质岩，这三种基本的名词先来熟悉。科学的知识的，其实这是过去足欠缺的，大家嘛较无法度想象讲这种。感觉介专业的物件，会使用台语来讲。母语团体表示，台语参所有的语言拢共款，拢通认捌所有的知识。现主是也当咧找机会甲资源，毋望会使带囡仔用台语认捌生态、天文，即寡平常时较罕得用台语了解的科学知识，互台语会当生活化，嘛通正常化。记者郭文长随新北报道。